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生活中常常听到人讲，一个人讲白菜话有一个较粗的讲法，其实咱台语嘛有较文雅的讲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好好好第一条，嘛有字典写做另外一个好日。白菜话咱讲好嘛会当讲是皮肤因为肥啊红过肿，佮特别讲一个人因为太高病，皮肤红过肿了后，会当讲是好老好皮。另外好会当讲是一个物件无病，像咱讲面好。刷来小解讲到这个白菜话，有几多款无同的讲法，咱嘛会当讲是好气甲好力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好力好达，第二个词读做好动。这两个词的意思，拢是讲人讲白菜话虚言谎言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讲话定定好力好达，讲一寡好动话，互人笑讲老爸18岁，老母做大姐，落尾人拢叫伊是白菜七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好，嘛有字典写做拄则咱看到另外一个好日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